20年嚟，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相信，陪伴孩子共讀嘅每一刻，故事就成為連結家庭同社區嘅力量。今日我哋將呢份分享故事嘅精神傳承落去。由第一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開始，書伴我行同香港教育大學建立咗第一次嘅合作。2026年，我哋再次攜手展開 Read Connect 同心共讀社區計劃。16位教大幼教學系嘅學生成為社區故事大使，將書伴我行嘅精神進一步帶入社區。其實陪伴啦，或者喺社區嘅考察裏邊，其實最緊要就係知道佢哋望你有啲咩係有趣嘅地方，因為其實可能有陣時佢個身高係矮少少嘅，佢哋望嘅嘢其實同我哋好唔同。有當時你講到好撚襟咧，佢走咗去㗎，點樣可以留到人？你派啲教具俾佢哋揸住啦，你俾佢哋揸住嗰啲，就係你講嘅內容咯。透過作者嘅心聲、老師嘅指導，故事大使逐步掌握圖畫書嘅運用，讓故事成為連結孩子、家庭與社區嘅橋樑。為社區親子日，每一組學生都選擇一本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作品，為幼兒設計一個獨特嘅故事體驗。呢幅圖解見到啲乜嘢咧？個山真係好重好重㗎！你屋企爹哋係咪最大力㗎？我哋嘅使命雖然簡單，但係意義深遠。透過親子共讀，啟發小孩對閱讀嘅熱愛。為慶祝書伴我行20週年嘅里程碑，每個家庭都收到一份由義工親手製作嘅小禮物。希望 Reading Buddy 鼓勵家庭延續共讀嘅樂趣，享受更親密嘅親子關係。感謝每一位過往嘅捐贈者、合作夥伴及義工。踏入20週年，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將致力透過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推廣中文兒童圖畫書，繼續推動社區閱讀。